边一起敬拜他。这时候如果邀请你，如果方便的话，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万物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万物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何以敬拜？万物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万物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掌声、赞美都归给我们主耶稣。哈利路亚！主
求你这时候你的荣耀降下来在我们中间，主，哈利路亚！因为你是那位伟大的神，自由拥有的神，主，你是那么的伟大，创造所有一切的万物，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伟大奇妙神，宇宙创造主，在你眼里万国之乡，小水滴，无人与你相比。伟大奇妙神，宇宙创造主，在你眼里万国之乡，小水滴，无人与你相比。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深深爱我，捧我在你手心中。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永恒的主，唯一的主，上帝。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深深爱我，捧我在你手心中。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永恒的主，唯一的主，上帝。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深深爱我，捧我在你手心中。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永恒的主，唯一的主，上帝。主你真伟大，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深深爱我，捧我在你手心中。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主你真伟大，好awesome you are。永恒的主，唯一的主，上帝。
伟大奇妙神，宇宙创造主，创世之前为我定完美计划，我一生敬拜你。主，你的爱是那样子长过高深，主，你的爱是那么样的不顾一切，你的爱是那样子的饱满，那样子的充足，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谢谢你为我们舍命，留下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十字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伤，无尽恩典，我的心感恩。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归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伤，无尽恩典，我的心感恩。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最多的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圣灵的力量，因着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他就常与我们同在，使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做生命的主人，带给我们强壮的生命。求你使我们的生命在基督的爱中不断地被更新，结出圣灵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实，越来越有上帝的样式。因此我们的爱心就会有根有基，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紧紧抓住不放手。当我们对基督之爱的奥妙有领悟的能力，我们也愿意节制，将基督的爱不断散播分享出去，使更多人能一同体验到基督的爱。教育馆的新建即将完工，目前景观工程、内部设备、装潢都在持续进行中，仍需大家的奉献与代祷，特别是我们与周遭邻居的关心。求神你与我们同在，成我们的山寨与帮助，排除我们面临的问题，使我们能照你所预定的时间取得使用执照。下周主日，教会将举行临时合会，办理长老执事的改选，求主带领我们选出合神心意的长职，与牧师一起同工搭配，为教会7区牧养的事工领受合一的意向。各团契也将在下周交出2022年度的事工计划预算，求神与新任的各部会同工同在，帮助他们在新的年度里，新的计划与企图都蒙你喜悦，也激励我们教会中每一个人都委身在教会的团契小组或是服事当中，不再是参加，而是参与。我们也为2020年1月11日总统及立法委员的选举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选出上帝中心的管家来治理我们的国家，实践行公义、心存怜悯的功课。恳求上帝帮助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作为我们生命的动力，用基督的爱作为我们生活的动机，用活出上帝的丰盛作为我们人生的目的。亲爱的主，此时我们向你降服，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仔细聆听你的话语。恳求你恩膏牧师，透过他的口传讲你的讯息，使听的和讲的同蒙利益，同受造就。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要不的债，不叫我们遇事，因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与我们一起聚会的苏子腾先生。他是台湾神学院的神学生，我们欢迎你，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今天是松年主日，松年团契将于第2堂礼拜中服事。另外，本会将致赠每位70岁以上长者礼券，敬祝重阳节快乐。下周上午10点举行联合礼拜及圣礼典，礼拜后举行会员合会，办理事宜与注意事项如下。10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107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申请到9月30日为止。2019与京剧有约进入约书亚记，邀请兄姐踊跃参与每日读经的活动。有完成11次进度者，可至招待桌选取灵修书籍。10月10日。爱家团契举办三貂岭瀑布1日游，儿童主日学举办教师宜兰1日游，请代祷。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好，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的以弗所书，是在和合修订本的第295页。新约以弗所书在和合修订本第295页，以弗所书3章14节到21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又要他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在爱中生根立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来，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在周报的第1页。我读一遍后，我们一起来朗读2遍。以弗所书3章20节，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3章20节，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3章20节，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神赐福给听他话并实践去行的人。今天正道许牧师要讲的题目是明白基督的爱。大家平安。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团体里面，
对于耶稣基督跟我们生命的关系，刚好两个非常极致的展现。一个极致的展现，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以弗所书这一段，在说要怎么明白基督那种长阔高深的爱。那你可以推回这个听，实在是很难去想象。前2天接到了一个，应该也是一种卫星去拍摄的整个宇宙的那星辰星光那么大，我想有一些人也流传看，真的是一个奥秘。上帝的伟大还有那种爱，其实真的是一个奥秘。但是呢，圣经里面又在讲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爱，这样的一个上帝，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9节所说的，他竟然成为人的样式，到我们中间成为奴仆，还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两个是非常冲突矛盾的一种陈述，对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或者说对基督的爱，看起来是很矛盾的一种论述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看延续上个礼拜来看以弗所这一段经文。有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去拜访一个长辈姑妈拜访一个长辈，很久没去了。去到那边，这个小孩子发觉哇，他要叫姑婆了爸爸叫姑妈，他叫姑婆。这个姑婆真的是太有活力了，他们的庭院弄得很好，家里做了好多点心那就招待他们3个。这个小男孩就很好奇，想要问，可是我们知道在国外问人家年龄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可他忍不住了，他就问说：“嘿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他不是问说 How old are you？ 他问说 How young are you 就那个姑婆被他一问愣了一下 ，82 only， 82岁而已只有82岁。在松年主日的今天，我们常常会去体会到，好像年岁越来越大，也碰过一些情况，有一些人不喜欢过生日，那个原因很简单，因为过了一次生日就怎么样？就老1岁，在地面上就少1岁。我说你羡慕地面上的日子，还是羡慕上面的日子？如果你羡慕下面的日子，那你真的不要过生日如果你羡慕那边的日子的话那最好每天过生日每天过生日要早一点去当然这是另外一种思考不过我想我们可以知道，年龄 age 其实他在说的是一个生命的进程，生命向前迈进，它不是让我们越来越老不是说我们会越来越老，而是会让我们越来越成熟。你会体会更多，领受更多，你会越明白耶稣基督的爱。那个明白不是你理性的明白，那种明白是你生命的经历。所以在松年主日，我们特别要感谢上帝给我们那么多的长辈，给我们那么多美好的见证。在教会松年主日，我们会预备一个礼券给这些70岁以上的长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请不良年轻朋友为我们来致赠这个70岁以上的长辈不一定要站起来，你只要手一挥那他们就会把这个来，对，那么快我才记得有的同伴才刚做半票而已才刚搭车才做半票这么快就能够70岁这70岁是长老教会100年前就用70岁喽我在小的时候他们新念教会那个可以拿到面线可以拿到红蛋的是70岁以上才可以我们谢谢特别谢谢这长辈，尤其我们知道这70岁以上刚刚好，他们在那个时代为这个地方还有那个为我们台湾真的是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尤其很多的1930、40甚至更早那为我们台湾打下很好的基础。我们盼望每一位长辈都记得问问看自己 how young， 我到底多年轻how young， 而且在生命向前迈进的时候越来越成熟。那个成熟会让人家羡慕那个成熟让人家欣赏会让人家欣赏。所以诗篇92篇14节这么说来下面来，他们发白的时候人结果子，而且鲜美多汁。发白了还结果子，鲜美多汁。鲜美是在说台语讲咸满满，这棵树里面的汁液
非常的饱满，然后呢，颜色非常清脆，非常鲜美，然后里面非常多汁汁液非常满。这是我们在说到的一个长辈，当他成熟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越让我们羡慕。也因为这样，教会才能够在这些长辈为我们建立的这种见证之后，我们也能够向前来迈进。我特别在今天这时候也怀念一位我们的长辈同工，他已经回天家了。那他在我们最近的与金句有约，他每一天一样就写这样我们刚刚有在提到金句有约，再来要进入了约书亚记，进入约书亚记就进入了一个传承，从摩西进入了约书亚。每一天看一章的圣经读过以后，自己有哪一节感动，就用手把它抄下来金句。那当然，在这段时间，有时候我会自己也学习这个功课。既然大家要一起，我当然就要一起参与这个功课。有同工问我说：“牧师，你到底怎么看这个？”尤其前几个月，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前几个月我们在利未记、在民数记这些真的找不到金句啊。我坦白讲，有时候我自己都找不到金句，要写哪一节我的做法是这样，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知道早上起来我会稍微去走一走，所以我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前一天晚上就把第二天的那一章先看过，然后就在一边睡一边祷告，说上帝，到底哪一句话可以给我们出现？所以到早上的时候，把那个金句就剖出来这是我自己的，你们尽量找到自己的金句找自己的金句把它抄下来。上帝借着每一天读一章，然后我们抄写一句金句，他要跟我们讲话他要跟我们讲话。再来，明天开始我们要进入了约书亚，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以前怎么样？放心，上帝不计较那个。从今天开始上帝会愿意我们跟他一起进入传承的时候，从摩西到约书亚这种的传承我也曾经早上就要，最主要我给几个群组，包括长职，包括司琴，包括招待这些，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同工，每个礼拜都要一起服侍的同工，我让他们知道我看到了哪一段金句我也会说，你们最好写自己的金句，但是如果你发觉真的不容易抄，那你可以参考我的，所以我就会把它传出去。有时候慢跑回来了，一看，哎，怎么跑出这个记号？一个黑黑的小黑的记号，就表示怎么样？后来我才发现，这2个礼拜不知道是我手机的问题还是网络的问题，碰过好几次这样。你传出去了，回来以后，竟然那个小黑跑出来了小小的那个点，才知道要再重传一次。所以有时候你们会发觉，怎么时间晚掉了？那个是可能是手机网络的关系，我没有注意到。不过重点是，希望我们能够与金句有约，能够跟上这个脚步。我们刚一开始提到了基督奇妙的爱，在这2段经文，特别是在圣经这2段经文是非常大的一种张力。一段是在腓立比书2章5节到9节，同样告诉我们，腓立比书2章5节到9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另外一种说法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2章5节，然后他开始在讲这个耶稣基督，上帝成为人，到我们中间，取了奴仆的样式，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保罗所写的角度。在以弗所书呢，保罗特别要强调是那个基督的爱的丰富，他的荣耀，他的充满，充满在万有，充满在所有的受造物里面。所以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能够去领受到这样的一个爱。他在这个祷告里面，以弗所的1章15节跟3章1节，他这么说：预备来，因此我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就不住地为你们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囚犯的，替你们祈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以弗所书至少有2段的祷告，一段在1章15节以后，他一直到2章结束的祷告，然后再来呢，就从3章1节，他有另外
的一段祷告，知道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姐妹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对弟兄姐妹有爱心，这是这样的一个以弗所教会。我们就发觉这个书信之后，过了大概30年，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读的启示录，给7间教会的第1间教会，耶稣基督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保罗那么肯定以弗所教会有爱心。这是已经2个书卷前后差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在保罗的祷告里面，他要强调，因为有圣灵的更新，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过一个重生的生活，出死入活，这是以弗所书的字眼。出死入生，出死入活，从死的情况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也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所以他不是用 rebirth 这个字，这个字有一个老师曾经用过，他在半夜来找耶稣，耶稣告诉他说：“你要重生。”他说：“人死了怎么可能 rebirth 呢？人出生了怎么可能 rebirth 再生一次呢 ？birthday 的 birth。”耶稣说：“不是再生一次，是 regeneration， 是被更新，被赋予新的生命，被赋予一个新的意义。这是出死入活。”保罗在说，圣灵更新我们，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重生。不止个人的重生，我们还会经历到弟兄姐妹的合一。以弗所2章他就讲到这样了，预备来，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人跟人中间会有一些墙，耶稣基督来拆毁了这个墙。所以呢，圣灵更新我们，耶稣基督住在你我的里面。第一件事情，他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第二个，他让我们能够跟人与人之间的墙能够不断的被拆除掉，而这叫合一，这个叫合一，恢复复合那样的一个生命关系。这是圣灵更新、基督内住最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如果领受圣灵的时候，是从创世的时候，耶和华上帝造人就已经把生命的气息吹进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有一种人也是活人，可是他没有上帝的气息在里面，没有上帝的灵在里面，没有被圣灵更新，没有让基督内住在里面，这样是一样是一个活人。但是比较可惜的，我们发觉他没有上帝的气息、上帝的生命在里面。这是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书的里面，他所做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达。所以，因为如此，我们常常要祷告，求主耶稣进驻到我们的里面，不是进来然后又离开了，而是进来真的住在我里面。如果他住在我里面的话，我就会有所不同。不管你是做给他看，还是因为你跟他久了以后变昂阿波云。8月我们有几个少年人到韩国的一个教会去，让那边的家庭接待他们。这些小朋友我们这些少气的小朋友都发觉，哇，这些轰爸轰妈homestay 的轰爸轰妈对他们有够好。有人还偷偷跟我讲比我爸对我还好我说你这句话不能讲讲出去等于用钉。当然啊，你来1个礼拜，人家想尽办法，对不对？对你很好。但是当有人住在我们家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不方便，对不对？就有很多的不方便平常在我们家就是4个人，我从房间出来要到厨房拿东西，要怎么样，好自由啊！今天多了1个人来，不要说来住我家，就来做客喝个茶而已。我要出房间，我都要稍微动一下，对不对？衣服看合不合适，上个洗手间，上个化妆室，冰箱拿东西，总是还靠有礼貌不能像碰席沙发一坐，脚就往那个桌子上一翘有人住在我们家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只有2种情况，一种就是你要有礼貌一点，不是装，就有礼貌一点的款待他，对不对？你要戴个面具，要穿个外衣。另外一种是怎么样？好你看显显变昂阿波，就像人家说2个人好像昂阿波饼，对不对？久了以后就让你看透了好了，免得我还要去装。
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是第二种，常住在我们里面，他圣灵的更新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亲近主，帮咱们愈来愈亲近主。如果你不亲近主的话，你怎么期待能够跟耶稣基督越来越像呢？所以我们祷告，圣灵更新我们，祈求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圣灵这种更新，不仅仅是在圣经所让我们看到的讲方言、医病、行神迹，这个对上帝来说那叫小 case。上帝真正要改变的是什么？人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过了一种讨他喜悦的生活。这是上帝的心意啊！上帝喜欢我们行神迹，上帝喜欢我们医病吗？那个对他来说太小 case 了，他都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创造出来了，让人的病得医好，那算什么？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对上帝来说，那真的是不难。上帝最大的功课，上帝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了，活得越来越讨他喜悦。好，这是我们在看到保罗写给以弗所书非常重要，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第二个，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有一个主题叫做生根立基，一同明白。对于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有生根立基。如果你有根有地基，不管海浪怎么冲，不管台风怎么吹，那个树根扎得很深，所以能够站稳了。而且不止站稳哦，第18节还告诉我们，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不是我的明白而已。你也要让你周遭众圣徒彼此一起明白，这种彼此是我们一直强调去经历到的。基督的爱在生命关系中展现，所以我们有一年2014年，我们的教会主题就是爱在关系中，对不对？爱一定在关系中展现，爱不会是真空抽象的。所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就是在彼此互相中间显明爱是真的。而且有力量，爱是真的存在，而且爱是一种力量。可是我们的实况是，大家都很喜欢说话，不听人家说，大家甚至很喜欢放话，说话就自说自话了。人家都话还没讲完，我就想要插断他。我发觉有时候越来越没兴致哈，或者说像平台LINE一样，话出去了，我以为他就应该听，什么都不读呢？怎么读了不回呢？好像读了就一定要回啊！对，这个就是人的自我中心。我们没有跟弟兄姐妹一同明白，一同就是彼此。有时候不只是说话自说自话，有时候还放话，对不对？放话就好像在呛一样啊，放话。所以有很多人哇，被好多箭射伤了，那就该我射别人了，射来射去，很可惜。保罗提醒我们，应该要生根立基，而且是一同明白。这一同明白，我们就与经句有约，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200个人、300个人都在经句上，我们都同一个进度。比方说，申命记刚结束，你在31章你看到什么？你在32章看到什么？再来，明天要进入约书亚了。约书亚第1章，你最记得是哪一段？主日学背过有没有？约书亚很害怕啊，我怎么样带这群百姓去进入迦南呢？结果上帝跟他讲：“元帅不是你啊，元帅是谁？元帅是我啊，你不是啊。所以你当怎么样？刚强壮胆。好，那你明天知道经句要写什么了哈？对，就是在一同。如果我们都一同跟着这个进度走的话，我们一同进入了约书亚记，一同进入了迦南地，这个就是能够生根立基，非常重要。那我们就不会只是说话，不会只是放话，我们会对话。真正的对话才可以带给人一种力量，真正的对话才会让爱在关系中来展现。那种对话会让你不一定讲话，但是你愿意陪伴着他。当他难过的时候，你就陪着他。你去探访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经历？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你就坐在那边陪他坐个1整子。他觉得可以谢谢你，你可以回去了我就回家。你就真的不是话多，而是一种陪伴。爱在关系里面生根立基，一同明白。还有一种就一起做工，
陪伴是一种做工，一起服侍，一起工作是一种。因为在做工在做的中间，有个年轻人常常说，就 learning by doing， 学习相爱就是在做的中间。学习三条就是最顶走，一起做了，你才知道怎么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或者是陪伴着他，什么好像都不做，都不说，就蹲在那边陪着他，看他难过，陪他听听他吐口气，这样和信徒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才能够体会到基督的爱。因此呢，我们最后要来看一看的，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最后提了一个超过人所能测度的，这个明白会超过人所能测度的长阔高深的爱。他用一种比喻，当然你可以照你自己的了解。那个有一个的同工问说，那个深跟高到底有什么不同？可是事实上，如果从保罗他的诸多书信跟新约中间所给我们看到的，他会常常提醒我们，这种爱它没有一个界限。上帝的那种爱的丰富，不是用我们的度量衡去把它量出来的，它会带出一种生命的改变，跟超过你所求、所想、所能测度的、所能够去量的哈。所以这两段经文我要跳过去，特别是他说到明白，明白不是我知道了，明白乃是我去赢取到、掌握住、捕捉住、领悟到基督的爱，体验到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刚刚所读很重要的金句。盼望我们教会在这个时候，下礼拜有会员合会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并不是说要跟过去有什么切断，不是，是一种延续。所以呢，下礼拜我们要选长老跟执事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法规，这个有一点复杂，但是你稍微听一下下礼拜我们会把整个的那个文字叙述。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来到了士林教会受洗，你受洗了就叫做可以领圣餐的会员。只有长老教会这么严谨领圣餐的会，你能够领圣餐了以后我们开会员合会，你就一起参加会员合会。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有长老跟执事，从弟兄姐妹中间被推选出来的。执事就是 deacon， 就是服侍的人；长老 elder 就是一种牧养、祷告、传福音的人一起来配合。所以我们能够被选为执事，就是你领圣餐已经2年了，你就可以成为候选人。哇，那以我们士林教会来说，200-300人呐。所以过去这10来年，我们有听弟兄姐妹的推荐，你只要跟长老讲了，我们就把名单送出来，然后这个中间有几项我们做一个调整，然后就把这些，那以后当然也是大家愿意。当你执事担任2任，1任是4年，担任2任以后，就有资格被选为长老。有没有特殊情形？一定有，因为在人世间没有绝对的事情，不是法规规定怎么就绝对，不是，一定有。那这个就会小会员会来定夺这个部分。所以下个礼拜10月6号，我们开会员合会，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弟兄姐妹要相爱，就是一起做工。开会员合会就是一起做工那我们有这个长老的候选人，这个就是表示说他们已经都当过2任的执事以上那这是下礼拜我们会看到的。那执事的候选人呢，我们下礼拜这个也会在周报里面都出现执事的候选人我们长老要选6位下礼拜长老要选6位，那执事我们要选12位，所以这些一样也是弟兄姐妹他们大家不管你跟长老讲过怎么样，我们有跟他们做过一个祷告所以这些我们总共有16位我们中间要选出12位的执事，我们下礼拜周报一样也会刊登出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刚刚好又是一种矛盾在教会里面成为长老跟执事。我们常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不是从人选出来的，
而是我们常说是上帝借着这个人，上帝邀请我们来回应、来参与。所以呢，我们就成为人神挣扎的一个地方了。上帝的形象在我里面，跟我许成道的想法在我里面，这两个就在那边拉扯。我要这样做，倒不是懒不懒惰，倒不是愿不愿意的。所以有时候你会有一些你的想法、价值观、那个意念，在这个中间就在那边牵扯了哈。有机会做这学生嘛违败，不要我只要怎么样哦，在这个地方就有很大的一个功课。那我们相信圣灵做工会在弟兄姐妹中间一同做工，他不会单单给一个人做工，他不会给一个弟兄一个感动，然后让这个弟兄去告诉那个姐妹说，圣灵感动我说要娶你哈，你愿意嫁我吗？圣灵不会做这种，那个姐妹会说，可是圣灵没有感动我要嫁你。圣灵的感动会让弟兄姐妹众信徒一同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爱。所以我们每个礼拜来敬拜上帝，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若每天都与金句有约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你就会看到这些人，你就不会说他是谁我不认识。如果你常常来教会的话，如果常常一起来敬拜，那么你就会对这些人越来越认识，圣灵就会感动你，让你知道我应该勾选哪一位勾选哪一位。所以这是我们下礼拜会员合会要做的。你说教会这样做正确吗？这是法规给我们的原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一个 order， 有一个法规，这种原则在每个教会都不太一样。比方说，我们下礼拜10点10点做礼拜，只有一堂10点做礼拜。我就很好奇双联教会4堂礼拜那他们怎么合在一起做礼拜啊？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就你来了领票，然后就先投怎么样？反正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方式。台北东门教会是你一进来的时候签个名就给你选票，做礼拜报告的时候你填好就放进去了，然后他们就拿去后面算票，也不用在这边算，等到要祝祷完，结果就出来了。我也想说，我们应该也要学习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所以今天中午12点，我们邀请了一些年轻朋友要帮我们计票的，还有小会员讨论下礼拜的流程。原则上我们不会跟旧的有太大改变，因为方式上要改变，一定要跟会员合会大家取得同意共识不是说长老要怎么变就怎么变那这是我们在说的，上帝那种给我们一起超过人所求所想，超过人所能测度，盼望这种爱在我们中间，而且它运行在我们中间最后只是分享这个故事，我知道很多人也认识他们，因为每一次在经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深刻的又回想到这一对中间穿红衣服的是林焕君他旁边那个阿多印主列牧师然后剩下的5个女的呢，就是什么？不是他妹妹，是他女儿，他有5个女儿。第一个女儿最右边那个已经19岁了已经19岁上大学了，这是他们的一个家庭。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比较特别，因为焕君的爸爸林义雄先生，他台大法律系毕业，后来在台北执业1977年当选省议员不过在他们家发生了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在1979年12月10号美丽岛事件之后的1980年2月28号，那时候林义雄被关有凶手进入了他们在信义路的家，把林义雄的双胞胎女儿那时候才6岁，还有大女儿林焕君杀死了，还有林义雄的妈妈60岁，把他们杀死了那天刚好开庭，2月28刚好开庭，林义雄的秘书田秋瑾，林义雄交代他早一点回家，他就回去，怎么发现焕君中刀，赶快就打119，然后送到仁爱医院去。那已经是2月28号下午1点多了。再找一下，妹妹不在，阿嬷也不在。后来发现阿嬷在楼梯的地方已经死掉了，双胞胎女儿在下面也已经死掉了那只有焕君。这个时候林义雄是在监牢景美看守所，方素明女士去旁听，所以她不在。在家的话也死在家的话也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在台湾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挑
2月28号，1980的2月28，完全没有其他的遐想，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焕君在那时候8岁，他读信安国小。当他醒过来以后，感谢主，后来救起来了。醒过来以后，过了大概2个多月，妈妈才跟他讲，阿嬷过世了，死掉。还有你的双胞胎妹妹也死掉。焕君那时候哭了一场，以后就没有再哭，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流过泪。你觉得这个好吗？他在心里面就决定了2件事：第一个，我绝对不再哭；第二个，我一定会为阿嬷报仇。因为只有他看过凶手，对不对？只有他看到凶手，我一定会为阿嬷报仇，一定要抓到凶手，亲手杀了他。这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的一个决心。1980年把她医好了以后，1981年方素敏女士就带着她到美国去了，在华盛顿州，在德州，后来到加州。刚开始的时候要去没有台湾人的地方，因为你一旦有华人的地方，一定会被当局的情报系统逮到，而当局想尽办法要把焕君给他死掉，因为不能让他活啊，因为他是唯一看过凶手的人。所以那段时间坦白讲，压力很大，也非常的挑战性。不过，基督的爱非常奇妙，我绝对不是说以德报怨，人家杀死你了，你不介意人家，不是。你的生命如何被圣灵更新，被基督的爱充满。他在读高中的时候，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后来在印第安纳大学的音乐系读大学的时候，非常的认真追求，跟主耶稣基督相遇，圣灵更新了他，耶稣基督内住在他心里面，所以他有一群很好的信仰伙伴，一同去经历这段过程。所以在1994年，他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第一次回来台湾，那时候林义雄非常紧张，因为回来了以后触景生情。那时候我在义光教会，所以他们从机场回来，到了义光教会的时候，他进来看，原来的住家已经改成礼拜堂了。他自己在那边坐下，大家聊一聊，一起祷告。我发觉他非常的平静。一个22岁的小女孩，才多久以前，阿嬷双胞胎妹妹被杀死。但是信仰带给他那么大的一个力量，耶稣基督的爱给他那么大的一个改变，那是1994年。所以后来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了硕士研究所，就英文教学。他希望成为一个宣教师，没想到在1998年认识跟这个印主列弟兄结婚，这是他们的故事。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后面这个。我们知道林义雄先生他对台湾有另外一种爱，所以从1994开始，他苦行台湾，希望不要有核能电厂这样的事情所以苦行台湾在那个。那再从1994一直到了2014，才5年前这中间其实他又走了台湾走了几次。就在那几年前，焕君写了一封信给爸爸这封信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向你说一句话，所以请容许我在这个时候向你说，就是这一句话，就这样而已。爸爸，你还没有准备好进入永恒。一个女儿敢跟爸爸这样讲。那时候我问那个林义雄先生说，对你而言，永恒是什么？对你来讲，永远是什么？因为2014就是5年，2014的时候，他那一次再次为了那个有一次进食的时候，我跟他说，你女儿这样的祷告，对你而言，永恒是什么？对你而言，永恒是什么？对我们同样都必须要回过头来，这个永恒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那丰富的爱，通过圣灵更新我们。那么对你而言，你有明白耶稣基督这样的爱吗？不会在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经验，一定是在信仰的群体，在陪伴、在做工中间，你会去明白，而且你会像焕君一样，跟你的骨肉至亲为他祷告。他特别为爸爸
我们常说林英雄还没受洗，对，没有受洗。方素明女士受洗了，焕君是牧师娘哦，叶先生是牧师哈，他们一起在服侍。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个人一样有这个功课，去明白、捕捉、体会、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因此丰富而改变。所以这个礼拜，我们预备下礼拜的会员合会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说话、放话或对话的中间，我们如何降服在上帝的话里面呢？如何真正的经历到耶稣基督那奇妙的爱，并且有圣灵的帮助，跟众圣徒一起来明白。第二个，你自己成长的过程中间有没有哪个件事情、哪个阶段，让你体验到上帝大能成就？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一定有。我自己本身就经历好多次那种上帝的大能，你一定会经历到那种情况，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超越你所能测度的。把那些经历再拿过来，你就可以跟人家叙述、分享你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你那奇妙的爱。但是我们更要恳求圣灵帮助我们，那样的一个爱不只是在我们的口中，乃是要在我们的实践，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在家里面，让我们所领受到基督奇妙的爱，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求主继续带领保守我们，特别下礼拜教会要召开的会员合会，我们愿意在你里面重新再次的合一，也能够将主你对我们士林长老教会的心意展现出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时候，让我们再次站在神面前，用诗歌回应神的话。愿我爱你更深，爱你更深。哦，主听此求恳，成全此心。我心真实切慕，爱你更深，我主。爱你更深，爱你更深。牵我追求是福，谈享安乐。今只寻求基督，解我干渴。我今唯独切慕，爱你更深，我主，爱你更深，爱你更深。哦，让痛苦伤悲将我失恋，你的使者和美七个点，我同他们唱出爱你更深，我主，爱你更深，爱你更深。愿我爱你更深，爱你更深。哦，主听此求恳，成全此心。我心真实切慕，爱你更深，我主，
爱你更深，爱你更深。我心真是切慕，我心真是切慕，爱你更深，我主，爱你更深，爱你更深。我们一起来奉献。如果你不明了奉献的意义，请您不用奉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请起立，我们请许牧师为我们做感恩奉献及祝福的祷告。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谢谢主帮助我们士林教会，不只是量体生命的增长，更是因为有圣灵的能力、基督的爱，而活出有根有基，一同明白这种丰盛的生命，在建堂建人的过程，成为荣耀上帝的教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必会，请在电乐结束后离去。你爱是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
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兄弟平安。现在上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28首，圣诗28首，咱做伙念一遍吼。天白看到赤鸟活落，伊可怜因艰苦，伊遐尼疼细只鸟仔，伊也一定疼我。天白疼我，天白疼我，我知天白疼我，我知伊疼细只鸟仔，天白一定疼我。第二节，伊互山顶的百合花显出水色好看，主若照顾草木芳花，我知伊也疼我。第三节，上帝创造鸟只花目啊，以及万米逐项，伊真关心顾伊细囝，疼痛世间万人。好，咱做来吟。做来。天白听着这鸟歌落，伊可怜伊艰苦，伊听声伊细只鸟仔，伊也一定听我。天白听我，天白听我，我知天白听我，我知天白听鸟仔。伊听我第二节，伊乌热天的百合花，显出世色好看。主若照顾草木芳花，我知伊也疼我。天白疼我，天白疼我，我知天白疼我。我知天白细只鸟仔，天白一定疼我。第三节，顺风送做鸟只花目，伊去万米逐项，伊真关心顾伊细囝，疼痛世间万人。天白疼我，天白疼我。我知天白疼我，伊疼细只鸟仔，天白阮当疼我。再过来看379首，愿我会哪听你，我主祈祷。再做来念第一节，愿我会哪听你，我主祈祷。跪落祈祷谦卑，求你赐福。我心恳求无离，哪久会哪听你，会哪听你，会哪听你。第二节，早我牵调世间安乐得意，当我愿放逐项，专心找你，做敬请祈祷无离。哪久会哪听你，会哪听你，会哪听你。第三节，世间虽有艰苦，忧闷烦恼，义人有主通靠，欢喜和乐。我吟诗无离，哪久会哪听你，会哪听你，会哪听你。第四节，虽然溃力衰弱，因诗细声，我心悠远勇敢对你来行，迫切祈祷无离，哪久会哪听你，愿我听你，愿我听你。You
年年孩子平安。啊，这时咱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做主日的敬拜，请走啊。耶和华，我的心神仰望你。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途教示我。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搁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同日听候你。请同心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8首，天父我看到。赤脚滑落，请咱起立来吟这首。天在长老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众人会当自集做一伙，用懊恼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诚心要来敬拜你。我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对敌亲像好狮要吞食阮。顶礼拜，西隆、所罗门群岛、基巴斯两个国家
来甲阮传教。对敌用军事、经济、文化、媒体种种来恐吓阮，恳求主施阮怜悯，帮赞蔡总统有智慧、有勇气，来治理国家，保佑全体百姓的安稳。恳求你施阮怜悯、祝福、保佑台湾。阮也要为着教育馆的起造来感谢你。虽然经过济的困难，总是伫助理的印刷地面顺势经过，但已经得申请使用执照。恳求助理继续施阮帮赞，互阮早日会当顺利完成荣耀助理的名。我要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的怜悯、你的慈爱看顾因，用你原能来医治，早日恢复勇行来敬拜你。我也要为着后礼拜10月初6的改选中执来祈祷，恳求主你照你的所听，竞选人做你的圣工，帮赞受选的人有气力做你的采用。恳求主祝福今早起要传讲主你的信息的科牧师，讲出你的话，你的信息，也开阮的心门，领受你要赏赐阮的宝贝，互阮会当刻条伫心里，做阮生活的准则。求主圣神亲自带领，今早起，阮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到伫你的面前。但我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来祈祷。愿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人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我你传阮入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奉行。阿门。咱来念信仰告别新的诫命。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后边。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咱要来启用，请梁永玉执事来带领。启文第60篇，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我若有教育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还是献身躯做互火烧。有仁爱就会嫉妒。
袂做见笑的代志。袂生气，袂爱不义，因爱会包容一切，一切有盼望，因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温数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我已经成人。咱现在像照镜看，咧看，无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是盼望、仁爱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以上。这时咱要请小天来长老来读圣经。请大家来读圣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3章第14节到21节。8月2的圣经是222页，台语汉语本是221页，好学本295页。14节，因为安尼，我伫父的面前跪落来。天顶地上所有的家族，拢是对伊来号名的，为着要按照伊丰盛的荣耀，借着伊的灵，互恁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互基督，因为恁的信住伫恁心内，互恁既然伫听的中间。定根地基，会当让和众信徒做伙明白基督的听是何等的长、宽、悬、深，并知影这个听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理解的，是要互恁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第20节。上帝会当然照运行伫咱心内的大能，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愿意伫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的内面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以上。学老，咱要请上义团契。
毋是真好听，有好听无？多谢上年团契的献诗，愿一切荣耀归伫咱的天父，将平安喜乐归伫咱众大家。讲到牧师早起要用明白基督的听来勉励咱。实在有影上年团契咧吟诗的时阵吼，迄个歌声特别熟啊，成熟的熟吼，特别熟。望后摆较侪机会吼，咱最近吟诗来侮辱上帝。尤其是今仔日是咱所行到的上年主日，啊，上年主日面对遮种过，我本来想讲要到下骹坐吼，啊，算一下看超过几下吼，算看。啊，可能发现毋是安尼的问咧，咱会记得几年前咱甲房计讲含人斗阵同问吼，毋是问讲 How old are you， 是 How young are you， 对无？尤其是面对遮的上年的时阵吼，爱问讲啊，毋是偌老啦，是讲啊，你哪遐尼活力？How young are you？ 嘛毋是咧讲，让你伤少年伤帅，哪会遐尔啊活力？有影，当咱三甲斗阵的时阵，虽然年岁会往前行，咱讲 age 吼，你搁斗阵几岁？年岁会往前行，有个人无爱过生日，讲过生日，我遮就减安怎？我就减一岁。有一个同大头讲吼，啊，就爱看讲你行善地面上的日子，也是行善顶头的日子啊。你若行善这日子，你就无爱过生日啦，过一摆生日减一年。但是你若行善遐的日子吼，你可能期待逐工拢过生日，安尼会通较紧300岁、500岁吼，啊，就紧去上帝遐。不过要紧的咧，甲咱讲，无论是倒一个角度咧，甲咱讲，年岁是一款往前的一个过程，互咱的性命愈来愈成熟，更较熟，吼，更成熟，更较得到成全。安尼，咱会当领受着上帝伫咱每一个日子中间所要互咱的恩典。边啊，迄图吼，迄讲韩籍爷爷奶奶，迄是咱几年前咱的一个集团，咱教会有集团，因囡仔所画的，所以咱望伫上年主日也会当祝遮的所有长辈吼，亲像诗篇92篇14节所讲的吼，这里来，因年老的时，犹原要结果子，因会笑满满色青翠。咱用我吼，我年老一辈来，我年老的时，犹原要结果子，我会笑满满色青翠。我结果子就是咱继续有影响力，互人看到行善会结出来果子，无论是伫咱的经验的分享，也是咱信仰的见证。互人感觉讲，安尼足好，我嘛要亲像伊安尼，这就叫做结果子。哦，结满满，会表示咱内在的生命，敢若像一丛树，伊有水输起来，内面的汁真丰富，内在上面的生命真丰富。色青翠，年纪虽然愈来愈有，不过白头毛是咱的应当，有当时咱嘛去适度一下吼，咱常常看到遮长辈吼，讲去偌久去洗头洗一摆。啊，大家讲哟，去遐麻烦，家己洗。有当时感觉去互洗嘛袂歹吼，去互适度一下吼，安尼，互你个色青翠。有一个姊妹讲，伊足爱去华龙街，吼，去掠狗，去华龙街掠狗，你听有？还是从啥？买衣服啦，因为华龙街足侪款99、199、299、399。年岁愈有吼，愈去换衫，无要紧加2、3个月，搁去掠狗，搁换2领衫了。色青翠，无一定讲爱开几万块买迄款什么款外迄类衫，看到介意的吼，买转来穿吼。咱求主帮助咱，虽然咱年岁愈来愈有，还搁结果子结满满，色青翠，互咱来享受上帝恩典。顶礼拜甲即礼拜。咱最近进入一个阶段吼，尤其是咱咧讲到有所即个教会，所以咱咧最近望讲咱虽然教会也有缘共款，甲金牛有约会，已经进行一段时间啊。咱迄段是按马太福音开始按新约，啊，即马来到旧约因行来到新命期结束啊，后来就要进入约书啊。
啊，这就是一工，你看一张了后，你抄一节的经文，抄一节的金句。啊，我知影有当时真歹抄，亲像2、3个月前，当咱看利未记的时阵，当咱看着民数记的时阵，我有当时家己嘛毋知要抄多一句哦，他袂讲哦。读了后，毋知讲到底这内面敢有金句啦？踮遐算人算头，算人命一大堆，到底金句伫倒位吼？上帝到底安怎照光伫我？啊，我家己的做法是安尼，我拢差不多会前一暗先甲第2天去上小看过，啊，即摆才看上帝咧甲我讲多一句。有影的话，当时你真正看有多一句。啊，早起起来的时阵，迄金句出来，我会传落一寡同工。包括中秋会，包括咱应控室的，包括咱产假，因为我感觉这是真要紧，途中的同工，需要互因知影我咧想啥，咱到底领受到上帝话，领受到倒一句，所以咱最近咧应情跑走。如果你过去不管咱怎有写无写拢无要紧，你会当按今仔日开始，咱召开多语员有即个甲金句约会的单啊，你会当照吼，咱就无顶头所写，啊读看卖，过来要进入约书亚咯。迄是一个传承，对摩西的时代，要进入约书亚的时代。进入约书亚的时阵，咱拢会记咧约书亚听了讲伊爱接棒行到咧死，对无？我哪有可能带遮上帝甲讲元帅毋是你啦，是啥？元帅是上帝，哦，元帅是上帝啊！你毋免烦恼，根本责任毋是你担，所以你就爱安怎？约书亚第1章咱常常会记迄句，爱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爱勇敢，吼，爱勇敢，毋免惊，啊，毋免失志，你会当向前来跑走。咱求主帮助咱，伫咧甲金句约会中间，兄弟姊妹，咱同心做阵来看上帝伫咱属灵教会所要甲咱讲的。尤其是我人家早起啊，就传互人吼，传互遮个同工。啊，最近吼，嘛是手机出问题啊，是网络出问题。有当家转来想看，讲那招出来一个小黑黑那个一个记号，啊，拄开始佫无注意，尾后有人讲，毋过无说你今仔日那也无传，传出去啊！我早起我电话传，才知影讲原来迄个记号就表示安怎传失败啦，毋管是手机的问题，还是网络的问题，所以你同我做点心一摆，点心一摆。啊，即个嘛咧，甲咱讲着有影，今仔即个时代虽然有真侪真方便的工具，毋过即个工具无法度出去，敢若像你开车出去。会照卫星导航哦，毋过袂完全拢相信伊，你嘛就爱去问人吼。你像阿公咧讲，螺丝伫咧喙，螺丝伫咧喙，都爱甲人问吼，甲人问。咱希望咱教会行到即个坎山，游玩热体、软体拢会当做进来。顶礼拜咱对启示录来看以弗所教会，今仔日咱对以弗所即个开始来看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祈祷。启示录所写的，甲保罗写互以弗所教会这个时间前后超过30年，前后超过30年。所以咱若看以弗所第1章15节的时阵，会当知影讲，以弗所教会本来是一间互主不止啊欧罗的教会，包括保罗写配合因的时阵，伊嘛安尼讲吼，咱这里来读第1章15节来，因为安尼，我既然听见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甲显出伫正信徒的忍耐，就为着恁感谢无煞，祈祷的时孝养恁对伫主耶稣的信，啊对正信徒、正兄弟姊妹的听，为着安尼我来感谢上帝。这是伊的第一段祈祷，后壁一直写落写到第2章。第3章第1节佫走出来第2段的祈祷，后来因为安尼，我保罗为着恁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囚犯，替恁祈祷。所以这2节咱来看到，其实以弗所书中间有相当长是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兄弟姊妹祈祷。祈祷的内容真重要的是，望兄弟姊妹会当明白。主耶稣基督，迄真奇妙的听；主耶稣基督，迄奇妙的听。所以，伫咱的教会历史中间，人甲上帝关系吼，有在圣经中间有2款来表达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互咱的听吼，真强的印象性，也是你叫做张力，真强的迄个张力。一段就是伫以弗所书。但是咱今仔所读的，
长阔高深的爱，有无？拄啊所读的圣经，长宽，佫遐尼深，佫遐尼啊，伊个即款的疼到底是安怎？咧讲着互咱安尼欣赏。但是伫个保罗的批信中间有另外一段，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60到第90，伊咧讲到即个基督的疼，竟然显明一个人的款式，亲像萝卜，各互顶伫十字架顶。即款的疼，甲今仔日咱踮咧伊父所读的圣经疼，走出来真强的一个紧张性、张力，即个要互咱来学习。若毋是圣神的换身，基督带伫咱内面，咱无法度去领受明白即个疼。因为圣神换身，基督带伫咱内面，所以咱保罗写即条话讲，咱经历着离开死，进入活的一款定头生。咱讲重生定头生吼，伊即个圣经安尼写吼，第5节咱做起来读来。当咱对假实已经死的时，也咱甲基督同活，也互咱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咱读台语，毋过咱望文生义吼，可能看中文，就讲甲基督同齐会阁活。咱虽然前是死，要经历着出死入活、出死入活。什么叫做明明的活？啊，什么叫做定头生？伫约翰福音有记载，一个老师伊嘛误会定头生的意思，伊暗时来找耶稣，问耶稣讲：哇，安怎当得到永远活？耶稣讲就爱定头生。即个老师伊听讲爱定头生，伊讲人已经遮大汉啦，哪有可能倒转去老母的腹肚 rebirth， 搁一摆 birthday， 搁一摆会生得出来？哪有可能安尼？耶稣讲，毋是要叫你 rebirth， 是要叫你 regeneration。你的生命要重新开始，换新一个新的元素入来。所以咱咧讲定头生，毋是走入去妈妈的腹肚内定生生一摆，毋是，是咱的生命要去互圣神换新，基督带伫咱内面。所以除了定头生以外，即个定头生的生命就会经验到伫基督内面，甲兄弟姊妹咱的合一。所以基督徒的团体真重要，这两个记号，一个就是有定头生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人甲人中间有三听合一的关系。这是圣神换身，基督带伫咱内面的款式。为什么咱咧讲圣神换身呢？创世纪咧开始讲，上帝用伊的气分入来咱的内面，咱就成做有灵的活人啊。台语的圣经安尼讲，一来，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敲做人，分我的气入伊的皮腔，人就成做我的灵魂。所以人活的人有两款，一款是有灵魂的活人，一款是无上帝气、无灵魂的活人。嘛是活，我看起来嘛是活人。不过保罗当下特别引用创世纪节咧，甲咱讲，圣神伫咱内面，互咱成做一个有灵的活人哦。即有灵的活人要来经验耶稣基督带入我的心。咱伫个8月有几个少年人去伫个韩国的教会遐人接待因吼，顶届咱捌分享过。尾转来遮，逐人拢足欢喜的。有人私下甲我讲，我顶届捌分享，说我们那个烘爸比我家的爸爸还好，对我还好。homestay 住在人家 homestay， 所以就叫迄个爸爸妈妈叫烘爸烘妈我去遐人家住1礼拜了，然后转来讲，迄个对比阮爸爸对我搁较好。讲你即句话唔通讲，你讲转去用呆你做人客1礼拜，大家当然嘛对你好。你若要住1个月，你看卖碗嘛着洗，便所嘛着拼粪扫嘛着爱添。当有人来住咱家的时阵，你有两款代志会走，有两款的情会走出来。一款就是无方便，迄个无方便，你着爱做调整。敢若亲像
踮咧阮兜啊物件一大堆，啊若一个有人来要来咱兜食茶，话你小整理一下。食茶了，开工了，人转去了，好轻松，外头用个脱掉，啊你会当换一下，顺利帮换一个较轻松的对无？人啊要过来，你就爱搁紧换一束衫，这款情形。除非什款呢？除非伊来久长住伫咱兜吼，不怕原形毕露啊！啊，都要看就看现现啊，无你哪久长住伫咱兜，你搁要逐届拢都爱装好看吼。为着伊穿衫装好看吼，啊你死啊！你就变活对无？若要久长住，即个住愈久，人讲翁仔无面就走出来，就是安尼啦。你若愈想要装互对方看，就歹大，歹大。你就可以看现现，安尼则住落会愈来愈亲像啦。基督，咱都爱基督讲基督住伫咱内面，因为迄个信基督住伫咱内面。安尼，咱面对耶稣基督的时阵，咱会用坦然无惊行，毋免暗暗坎坎，因为心意拢知。这就是保罗咧讲的第一项真重要。互圣神换新咱的性命，互耶稣基督住伫咱的内面。那住伫咱的内面，咱才有可能愈来愈亲像伊，吼，愈来愈亲像伊安尼。所以，当咱咧讲圣神换新基督住伫咱内面的时阵，毋是咧讲着哇，伊会讲方言，伊会替人祈祷，伊变安怎？这个代志对上帝来讲，咱小 case。上帝连这个性命都创造会出来，伊敢无敢医袂好，对无？连这个活的人都创造会出来。感冒12指肠溃疡，迄个脚倒摆骹断去，即款的伊敢医袂好，即对伊来讲讲小 case。圣神换新基督住伫我内面，互人同 surprise， 感觉同奇妙是安怎？即个人的改变，伊的生活的改变，愈来愈活出来一款互上帝欢喜的款式，这才叫做奇妙啊，对无？所以第一项保罗咧提醒咱。圣神换新基督住伫咱内面，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第一段真重要，保罗的祈祷。第二段的祈祷咧，讲兄弟姊妹的信仰要有根基，大家同心做阵来明白。有根基，就敢若亲像迄灯塔共款，海涌安怎冲拢袂倒，敢若像树木滚扎甲真深，风台来树嘛袂倒。这是信仰的根基，但是个别一支根基袂当，都爱含信徒兄弟姊妹结连到底，结连到底啊！这款的结连，通好互咱保罗用迄款叫做一同明白哦，再当拢总甲拢总的信徒最近来明白上帝这款的听吼，这款的听。当咱三甲斗阵的时阵，咱总咧学习迄个关系的功课。咱伫咧2014年5年前，教会咱的目标就是听伫咧关系内面，对，听伫关系内面。但是咱人啊，三甲斗阵的时候呢，就爱自说自话，讲家己话来。啊，对方要讲话时，咱就无耐心听。所以呢，我们很喜欢说话。啊，对青年人来讲叫做啥？喜欢放话。啊，放话就叫做啥？就呛。话讲了，我插你安怎，我就走了吼，啊就呛吼，哇！所以当遮钱哦，写来写去啊，满头包，去用顶甲满头包吼，啊若无就是安足侪安尼叽叽咕咕走出来，这是咱生活的实况。当咱同齐的时阵，常常还走出来一寡无采可笑的代志，尤其是教会服侍的兄弟姊妹，遮中一同工，咱更较体会着遮。有当时啊做甲老干，互人嫌甲老干，吼，碰到真侪即款的，人话讲了爱就无爱插了侪，但是。有根基，甲拢总的信徒同齐，斗阵同样紧的是咱要有对话，互相要有参详，要有对话。望咱毋是干那讲话表达安尼，咱嘛有机会听人讲。什么叫做对话？对话无一定是我真会晓讲话。保罗咧强调讲，同齐一同甲拢总的信徒斗阵，真重要一项是啥？陪伴。伊艰苦的时候，你著陪伊边啊，敢一个囡仔踮咧遐。你跍喺边啊？你甲伊斗阵安尼，你陪伊就好。有当时啊去病院探访，你嘛毋知影要安怎讲安慰的话。但是你要坐遐一点仔时间，互甲伊三甲斗阵安尼，这陪伴真重要。搁一款是啥？做阵做工，
一同真重要。你若做阵做工的，做阵做一项代志的时阵吼，你就会当去经验到生命的根基愈来愈深，然后大家同齐一同来明白。所以就要含信徒兄弟姊妹斗阵，咱才会当明白，才会当体会基督的疼。这是保罗今仔日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功课。所以教会就敢若亲像大家将咱的手举起来共款。以弗所书第4章15节安尼讲落来，互咱伫万项渐渐大，到伫迄个最头的，就是基督，对伫伊全心结合联络，就是对8节的3接应，照逐体该连的运动，比较身躯那中大，伫仁爱家己去做。中文的圣经是安尼吼，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每一个人拢受建立，大家做阵大汉来高举基督，这叫做一同。保罗甲咱提起的，阮当就爱同齐斗阵，敢若像咱常常咧讲，火炭扣斗阵再烧。所以对伫安尼，上落尾保罗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会当头搁较熟。伊咧讲哦，含信徒同齐来明白，即个长跨吼，即个长跨悬深即款会疼，充满伫咱的中间。无共的老师，伊对即系列解释无共。但是咱家己会当去体会，对你来讲，迄个长表示啥？迄个看到你的亲人至亲到什么程度？迄个悬伫属灵的经验，伫你灵修的中间，主耶稣基督怎样带你进入一个极其悬的境界？深的所在，伫你极其软弱，敢若亲像落落去陷坑的中间，基督的疼犹原伫遐要拉你一把。你会当对你家己的经验去体会，这长宽悬深到底在讲啥？你嘛会当对圣经中间会看到这句话。当你讲到长的时阵，也亚利米书特别咧讲，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有无吼？台语的圣经安尼讲，来，早时耶和华对我显现讲，我用永远的疼你，因为安尼，我用慈爱看你。圣经中间有真侪咧讲到迄个长、宽、悬、深，你就爱将迄个放伫家己的生命中间。上帝怎样久长的疼我，怎样开阔的疼我，毋是干那我疼到我的骨肉至亲，引带我属灵的生命安怎往前跑走，有搁较深、搁较悬的体会。当有一天我hand路离开伊远远的时阵，伊永远伫迄个所在。把我拯救起来，所以这是咱所讲的咧，落甲深刻的所在，我的活命嘛要看起迄个光，伊足实际的、足艰苦的，敢若亲像去互人安尼吞大甲死，伊的光永远要照伫你的生命中间，这是基督奇妙的疼。所以，咱后礼拜咧开会员互会，咧选长老、选执事。这对伫教会来讲，这个积分是真大的挑战，因为无亲像踮伫一般的社团、一般的公司，你做互人选出来做董事，互人选出来做理事、做干事，拢有一款的规则、规矩。但是踮咧教会内面，受选做长老、受选做执事，哦，迄挑战真大。咱要看一下后礼拜咱受选的执事的名单，咱请吼应控室甲放出来好无？这个应控室的同工吼。咱甲迄个执事的名单吼，加先放出文珍，哦，咱这个名单吼，啊，这个执事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迄个 order 法规吼，受洗领受洗咧2年了后，就会产2年了后，就有资格受选吼。啊，这个因为人太多，一个教会吼会当受选的人200-300个，所以咱欢迎兄弟姊妹甲小会讲，什么人感觉不遮袂歹，所以咱小会员会甲遮要受选的执事名互出来。那做过执事2年、8年，都会当踮咧长老受选的名单，毋是绝对的，毋是绝对的。阮当有一寡情形啊，我个人安怎啥等等小会员会考虑迄款情形
然后将这个名单来公布。所以咱后礼拜要选6个长老，中间咱遮有9个吼，这个名单大家放喺祈祷的中间。为遮特别祈祷，咱后礼拜传授咱个用 PPT 甲名甲人互咱所念一个安尼吼。但咱放喺祈祷中间，这就是咱拄仔讲长老 Elder 照圣经所写的，就是为兄弟姊妹祈祷、牧养、传福音。长老是即款的角色。Deacon 执事发落教会事工，真侪总务性的、真侪行政的、真侪遮的媒体的建设等等遮的执事来服侍遮的代志，这叫做 Deacon。所以咱后礼拜开会和会时，咱求主用伊的听放伫咱的内面，讲毋是干那咱家己，互咱同齐，互咱同齐同心，安尼就会当来知影讲主到底爱我来选推选什么人。拄仔有讲过，即事应该是踮咧咱教会陪产2年就拢会当。毋过人太侪200-300个要安怎选？所以咱过去会经验是，兄弟姊妹若有推荐，小会就甲遮个人有一寡因素爱考虑以外，就该调整放伫咧受选。所以后礼拜咱对这17个要选12个执事，后礼拜这名单咧全部拢会出来。这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真特别的一个所在。在台湾所有教会内面，亲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遮尔严格有即款选举的方法，无其他的教派安尼选吼。这咱相信上帝感动会伫正人的中间。有人讲安尼要安怎当心？兄弟姊妹，当你逐礼拜来，所礼拜你看周报，你看服侍的人，你会愈来愈熟悉。圣神会感动你，互你知影讲遮的人，我怎样欢喜推选伊了后，我要听伊的，阮缀伊甲伊做阵同工，来支持伊所做一切。然后有需要，我嘛会当诚做伊的车用。这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基本的一个信仰态度。所以咱求主帮助咱，伫咱的周报写着咱所有会员名单。后礼拜咱10点礼拜，一场10点礼拜，礼拜煞，咱就是要选即事选长老。这个真重要的，毋是咱要建立一个制度，建立一个组织，有中一出来，是要通过这个帮赞，互兄弟姊妹更较会当伫基督的厅内面有根基，和拢总的圣徒同齐来明白基督迄个奥妙的厅。来，请倒转来我遐吼，来明白这个倒厅。安尼，这个教会。咱才会当诚做应当上的教会，尤其是咱拄仔咧讲，伊互咱的听实在是超越咱所想象的。你安怎去解释，安怎去明白迄个长、宽、悬、深的听？伫咧即礼拜中间，你好好去体会一项，即个明白，毋是咧讲我知，原来即个理解，即个明白，伊是咧讲着，你爱努力去赢取去赢着咧。去掌握着、抓着，搁去经验、去体会着，基督的听，你有去经验着这个无？毋是讲我知，是有影通过拢总的圣徒三个斗阵，我去明白到这项去得到这个听，因为上帝伊做工伫咱的内面，伫生命中间有真侪你无明白的代志，但是基督迄款超越性的听，会帮助你明白。所无明白的，我写这句的时候，干事讲无说你矛盾啊。我讲我知道这是矛盾啊，明白所不明白的啊。有当下你会发现讲你不明白所明白的，你捌讲过无？有当时本来掠做我拢知呢，有忽然间我忽然间煞发现唔知，不明白所明白的，你捌讲过这款情形？看现天，看伊大汉的，咱今仔咱做一款决定，我无明白我过去所明白的，但是基督的听拄好，互咱倒比，帮助咱去明白生命中间明白侪侪你所无明白的代志。这个穿红衫中仔，或者囡仔穿红衫，这叫做范君，1971年出世，所以你看伊今年几岁啊？吼，边啊？迄个白头毛的阿多啊是伊的先生，叫印主烈。
咱知影这个故事，同样今要讲这个故事是后壁的部分吼。这是伊个家庭，当然你看伊笑眯眯。啊，剩咧5个查某囡仔，拢因的查某囝。第一个是伫咧2000年出世，今年19岁咯吼，今年19岁，而且因5个查某囝。啊，咱知影这个梵本的故事，咱小可有一点仔概念吼。伊的爸爸是林义荣，林义荣先生今年嘛已经78岁啊吼。林义荣先生是台大法律系毕业了，做律师。1977年有受选做省议会议员。1979年12月12月初3日美丽岛事件了，伊林义荣嘛受了，但是伫过顶年1980年的2月28日，住伫信义路，林义荣因兜迄阵林义荣互关伫咧监狱，有凶手走去因兜，将林义荣60岁妈妈杀死，将林义荣的3个查某囝拢杀死。双生啊，敢若梵本留落来尔。双生啊的查某妹妹吼，2个迄阵6岁生日拄过，2月初2生日，2月28互杀死吼。林义荣先生的秘书田秋瑾，较早转去下晡点我转，哇，发现梵本，安尼规身躯拢血，紧送去仁爱病院。这项事是伫1980年，咱知影这项事是个真大的冲击。我要紧的要是要讲的是梵本甲伊爸爸的关系。梵本迄阵读信安国小，伊读信安国小2年，所以中昼就转来，迄天中午就转来。所以当伊踮咧病去互救转来的时阵，伊咧想讲阿嬷哪无来甲我看，妹妹哪无来甲我看，所以迄阵尾过2个月，伊的妈妈彭素敏女士，彭素敏因为去开庭，所以无伫厝，若无伊嘛稳死的。所以，伊妈妈才甲讲阿嬷已经死啊，2个双生啊，妹妹嘛死了。哇！梵本迄天伫病院哭啊，伊就听到知影讲有即款代志。伊照伊家己的日记写讲，伊迄天开始就决定2项代志。1980年，伊的心内就立志2项。第一项，对今仔日开始，我无要搁哭，我绝对无要搁哭。第2项。有一天，我阮当要找到凶手，要替阿嬷报仇，因为敢若伊看到迄个人，对无？敢若伊有看到迄个凶手。经验着即款代志，无哭的人敢健康，但是伊对迄阵开始拢无搁哭。1980年，按迄阵开始，伊就拢无搁哭。1981年，彭素敏女士带伊去美国，先住伫华盛顿州，尾仔去德州。尾仔再去加州，拄开始爱去找着迄款无台湾人的所在，因为你若阁有华人的所在，梵本阮当去互掠着。情报单位阮当时爱追杀到底，因为伊看到凶手嘛。所以有时阵通过教会通过马好流牧师，甲安排去华盛顿州，一个最远卡的所在，拢无亚洲人的所在，踮遐先住一段时间，尾仔去德州，尾仔再来加州。但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迄足奇妙的听。伊伫高中的时阵有一阵真好的同伴，熟人的同伴，互伊无流目屎，但是伊规个心改变。你若看伊的日记吼，规个心改变。伊对伫迄个时阵开始认真甲耶稣基督相约会，甲耶稣基督约会。伊直到读大学是伫印第安纳州立大学音乐系，伊主修钢琴。到1994年，伊23岁毕业的时阵，第一摆转来台湾。伊摆转来台湾的时阵，利用遐甲素敏这真紧张，因为离开遐久啊，转来甲触景生情的地方，想阿嬷敢要毋爱安怎？迄天伊转来甲义工教会，行看看，啊坐伫咧遐，尾仔伊甲爸爸讲，伊要做一首歌吼。做一首歌，迄首歌敢4字来尔，尾啊，真侪人咧吟。我感受到一个青年人，才23岁来尔，但是你会通去经验到伊内在，真正有圣神迄款换身基督的同在，毋是流袂出来目屎，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听，互伊明白一寡伊所无明白的代志。为什么特别今仔日讲到这？因为迄是1994年25年前，伊出去以后转来台湾，已经100年久过25年啊，吼，遮尔久。
这中间伊一个最大的负担就是伊的爸爸，因为韩军伊的先生是牧师，所以即摆是牧师娘啊哈，因伫台湾牧会。伊的妈妈苏敏这有衰咧，伊的爸爸林义勇也无衰，林义勇嘛是真认真追求有信仰的人，但是伊无衰咧，所以伊一直咧甲因爸爸交谈即项。几年前，咱知影义勇兄用行台湾苦行禁食来表达伊对台湾的疼。所以几年前，当伊搁一摆为着即个核市场到底是要停还停，搁有一摆禁食的时阵，范军知影时间无多啊，伊写一张字互伊的爸爸吼，写一张字互伊爸爸。即内面讲哦，我毋知影家己是毋是搁有机会你讲一句话，所以容允我即摆甲你讲，爸爸，你还无准备好进入医院。一个查某囝竟然敢甲老爸讲即番话，吼、你会当因另外一个角度，我就问迄个，因为迄是伊迄届咧禁食时，咱大家写小小的那个短信吼，打遐甲鼓励。我就问林义勇讲吼，恁查某囝甲你讲即句话，你安怎定义永远？你怎么定义永恒？对你而言，什么是永恒？对你来讲，什么是永远？你敢听有查某囝要甲你讲，爸爸，你敢准备好要进入永远？有没有预备好进入永恒？耶稣基督的疼，要互咱经验到迄个长、宽、悬、深，这对你来讲，迄个意义是啥物？对范军来讲有一款的意义，对林义勇来讲有一款的意义，但对你呢？迄款的长、宽、悬、深，基督的疼，是毋是咱有准备好、有领受到、有体验、明白到？这是保罗写予以弗所教会兄弟姊妹会，嘛是写予咱，所以咱求主帮助咱，和正信徒同齐来明白基督这款奥妙的疼。所以过来这礼拜，咱特别恳求主帮助咱。普通时咱人甲人相甲斗阵时，定定咧讲话，但是咱是毋是有加一寡时间听人讲话，有一寡对话的机会？伫即款的对话中间，领受上帝话，幸福的上帝话，经验着圣神甲基督对咱的帮助。第二项，伫咱的人生无同的阶段，你敢捌体验上帝用伊的大权能成就的代志，超过你所求所想？回想这个代志，会帮助咱更较清楚基督对咱的疼。所以，拄啊，咱所备办的迄首诗歌，咧讲着，创做一个祈祷，愿我为哪听你。当咱学习哪听主基督时阵，咱嘛要经验到伊对咱的疼是愈深愈高。圣诗379首，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咱同心来吟。379，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你
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所赏赐互阮迄款奇妙的听，长、宽、悬、深，实在超过阮所会当明白的。但是感谢圣神，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愈换新的时阵，就会愈亲像基督，愈亲近基督，愈明白你奇妙的听。我对伫安尼，要成做阮四周围的人的祝福，甲成做因的利益甲帮助。我咱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即时闭万心来奉献，奉献的时，请咱的音献做活祭。这是咱来念即礼拜的金句，金句伫周报的头一页，请咱我念一遍，然后咱做伙来念两遍。上帝的囝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请咱做伙来念两遍。上帝囝做，搬过。就是
咱来报告。咱来公道吼，咱请。咱即摆来看教会事工吼，特别今仔上年，咱等下有分一个红包，所以咱是来看教会即个事工吼，最近关心大道。后礼拜开会，举行咧，下礼拜。后礼拜是10点哦吼，咱礼拜10点。以下是要办理甲注意的事项。咱后礼拜要选人名张罗，12名的即次后礼拜抽报，咱会写搁较清楚介绍大家知吼。10月风险人生会当到招待道还是办公室买。107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申请到9月30日为止。2019甲金句有约进入约书亚记，邀请兄弟踊跃参与每一天读圣经的活动。另外，有完成11摆进度的兄弟会当到招待道领取灵修的册。10月7号早起9点半，少年团体举行月例会，以下是聚会内容，欢迎踊跃参加。10月10号，爱家团体举行三貂岭瀑布一日游，儿童主里欧举办教师宜兰一日游，请带到。高有关的景观工程甲内部设备装潢的联合项目，肯定招待到，欢迎兄弟联合。以下是高有关兴建工程的进度，请带到甲奉献。请继续为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带到，愿上帝安慰甲医治。除了咱拄仔所看到这事工以外，也包括咱家己个人，也是你的家庭，无论是心神的功课，还是健康工作，这事咱摆咧伫上帝面前，做阵来祈祷，咱请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来，主，我感谢你，我哋当最近敬拜你，我就祝你我哋当学习，当从幸福最近的面前祝你等化完清这款的听，祝你是最万年看到你，体会着保罗对教会听，我就祝你我哋当做家己来学习，但是你有信心，我哋当做正确的选择。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有遐尼多热心的信仰前辈伫阮的头前，互阮看到因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依然热心为教会祈祷。求主你教示阮，毋是靠家己的力量来学习，是互圣神来改变阮，通做正确的选择。求主耶稣，你带伫阮的心内。通互阮凡事拢掠基督的听，做阮的动机。特别踮咧属灵教会，毋但单互阮人得到增加，教育馆得到兴起，搁较要紧，有圣神家己的能力，基督的听，帮助阮活出有根基和正圣道同心这款的丰盛活命。伫规个起初的家庭，会当将阳光归予主上帝，恳求你也赐福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时所摆列伫你面前的祈祷，身体的健康、心神喜乐，拢要对主来领受。恳求你的慈爱甲怜悯拢无离开阮，愿向你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我来报告一项吼。后礼拜是重阳节，所以教会有互这有年纪的啦吼，上年的吼，有一个红包，请70岁以上的兄弟姊妹，请你起来。就你手比一下就好啦，吼，无一定要起来。咱请起来起来吼。
来，今天开始哈，你去哪避节？70岁啊，上面也有。当时才坐半票，一两句话就70万。哦，恭喜！请人家己知影几岁的人哦，唔免客气吼。这是咱台湾基督教的较特别哦，咱真古早就是掠70个吼，足古早的时咱就是拢用70个啊做一个安尼。上面有吗？没有哈。老顶头刚，顶头，这顶头。啊，大家订过我，大家订个啥？台上。像少年哦，啥袂记哦，咱拍鼓啊，特别感谢这些长辈吼，70年以上这些长辈，教会平台介绍多谢。咱来上演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说，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默祷，早起的敬拜，咱已经结束。